大家好，我係駱應鈞。亞細亞香港夜場拍賣會即將登場，每件藏品都蘊藏獨特價值。祝呢場拍賣盛宴順利舉行，讓更多人遇見寶藏。大家好，我係中國香港演員李國麟。亞細亞香港夜場拍賣會馬上開啟，珍品雲集，超值得期待。祝拍賣會圓滿成功，各位都能獲得心頭好。大家好，我係中國香港演員黃一飛。亞細亞香港夜場拍賣會開啟咗藏品同埋新主人嘅緣分，就感到特別嘅溫暖。願各位藏家能夠同心儀嘅珍品雙向奔赴，祝願拍賣會圓滿成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韓瑪莉。聽講亞細亞香港夜場拍賣會有超多稀缺嘅好物，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！要祝佢哋拍賣熱度爆棚，拍出好成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袁嘉曼。亞細亞香港夜場拍賣會要嚟啦！一場屬於收藏愛好者嘅狂歡，預祝拍賣會順利進行，所有珍品都揾到懂它的主人。